哎，小蘑菇，你干嘛呢？狗有鬼啊！哎，过来，哪儿有鬼啊？那鬼不就在那儿了吗？哪儿有鬼啊？不是，刚才明明有鬼啊！刚才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了，大长手指甲子，大眼珠子，穿一身薄薄的衣服，太吓人了，太恐怖了！你知道吗？他就在那儿。哎，小老头，你干嘛呢？啊不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走啊，小老头！哎，你有本事你找我！我的妈呀！快走啊，小老头！你在干嘛呢？再来一圈，要不就……太恐怖了，太吓人了！小蘑菇！师傅，我就知道是你，还好你来了，要不我就死在女魔头的手里了。他太恐怖了，师傅，太恐怖了，师傅。陶公公，我掐死你！我让你打我，我让你行。天不同道长，有什么事？陶公公，你跟这个女子认识吗？哼，天目道长说笑呢，我怎么会认识她呢？刚才我连老命都差点没有了，我回去歇着了。喂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从今天起我就住这儿。你不能住这儿。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？我小蘑菇无父无母的，好不容易捡来一条命回来，师傅又不要我，还不让我在这儿住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上辈子是欠谁的了？我师傅，你看什么？真是奇怪，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？不，因为我伤心吗？伤心是什么？伤心，就是那种特别迷茫，心里乱乱的，然后没有安全感，这样子。那是不是师傅让你住下来，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？真的吗？师傅，你答应我了是不是？从今往后我就住这伺候师傅了，太棒了！我不能让你伺候，不能。不能？这有啥不能的？云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带走妖女。这妖女与我有很多用途，可否交由我处置？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既然这个妖女已经被捉住，就应该尽早处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再说了，这本来就是我们锦衣卫的职责，你一个道长，承担不了后果。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这个妖女身上还有太多谜题。况且，这个妖女是我抓的，理应由我向太后禀明此事。云姑娘这么心急，难道是想独自向太后禀明此事，独吞功劳？你要再试一次吗？走。
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再大的执念你也该放下了，你就入土为安吧。公公，道长，这大晚上干嘛去啊？你干嘛去啊？六王，这么晚你去哪儿啊？此事疑点甚多，本王去找云香容。云香容。陶公公跟这位姑娘是老相识啊。道长，哎，陶公公，快请起。李妃生前善良，她死后就别让她再遭罪了。可这个人既不是李妃，也不是什么女鬼，她是一个大活人。主人，属下监视天目同时，得知原来女尸是受人控制的。静观其变。女尸被天目童强行扣留，她搬出太后，锦衣卫实在奈她无何。区区一个道士，入了宫就当自己是号人物了。放心好了，不就是个道士吗？用完之后把他扔出宫去便是。只是这女尸从何而来，你去给本王查清楚。小道天目童，无意冒犯。你说，怎么会有这么有风度的人呢？就像一个仙人一样，长得很好看。哎，公主，要不我带您去见见他？去见他，总得找个理由啊。嗨，我们就说去看看抓的妖怪呀。好啊。哎，云儿，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？哎呀，公主，您穿什么啊都好看。小蘑菇，云儿，云儿，你又长个了，云儿。哎，你是专程过来找我的吗？专门过来找你的，干嘛我还在旁边啊？显然是专程陪我过来的。云儿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不能惯他这毛病，你知不知道？小蘑菇，我是公主，我让谁听话，天经地义。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怕过我啊？不是公主啊，我觉得呢，作为一个公主呢，一定要平易近人。你得了公主病，你知道吗？你管我是不是公主病，你才是太监病。你再说，我砍你头。好吧，你赢了，赢了，公主，你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道长不在啊？哦，你说道长啊，我师傅啊，不在。道长是你师傅？必然的吗？要不我能跟他住一块儿吗？不想想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你的师娘，我肯定让你师傅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。我师傅呢，不一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。我是公主，道长怎么会不喜欢我？不过，我总得知道道长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有什么想要的，才能博得他的喜欢，是不是？我师傅不吃不喝不拉不睡，一门心思捉妖怪，除了妖怪就是妖怪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妖怪。妖怪？那哪里有妖怪呢？这儿有啊。是吗？那我们去捉一只，送给你师傅怎么样？别，公主，顾着，不行，我师傅让我在这就为了看妖怪的，不能看啊，真不能看。那好吧，云儿，我们走吧，这儿没什么好玩的。
白来一趟。哎，别，远公主，公主小心眼啊，没意思啊，这样。这样吧，公主，就看一眼，没问题，就一眼，好不好？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别乱动啊！我跟你说，就一眼。走，文员。参见母后。你这么着急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天目童声称妖女身上还有秘密，要进一步研究，于是他把妖女和自己关在了一起。哦，有这等事？那你让锦衣卫赶紧把那妖女处置了。天目童说：“这都是您的意思，是您给他的全部权利，锦衣卫也不敢轻举妄动啊。”岂有此理！你快叫天目童过来见我。是。王爷，昨天的妖物你可见到是何模样？是个女鬼，面容还算姣好，但具体什么模样，属下实在描述不清。所以，王爷的意思是？说来也怪，为何太后会对此事如此上心？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？等明天押送过来时，本王倒要看看这被人捉住的鬼到底是何样貌。明明都没有动嘛，有什么可害怕的？公主，你可不知道，他动起来，大大的眼睛被手指伸出来。小蘑菇啊，我特别……这是什么呀？道长抓住了妖怪，可喜可贺。只是为何把妖怪仍旧留在宫中，不让锦衣卫处置呢？那妖女身上疑点重重，我想一探究竟。不必了。既然这桩案子已经了结了，就尽快收案吧。道长把妖女交于锦衣卫处死，免得日后再次扰乱宫廷。太后，这李妃是谁？